今仔日9月22是世界无车日，宜兰为了要响应这项的活动，市区内64条的公车的路线，今仔日坐拢免钱。公车一日停，虽有好消息。同学，今天是宜兰的无车日，不用刷卡，不用付现，直接上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好真的学生感觉有淡薄意外。突然就是不用刷卡，真的，有没有觉得自己赚到？有，会觉得不好意思吧？响应922世界无车日，宜兰县内除了国道甲公路客运跨境公车，也有太平山专车以外，市内64条公车路线，今日拢免费。今天免费搭乘将有7000名的这个县民可以受惠。这项无车日的活动是1998年为法国发起的。我讲伫都市我无塞车的口号，宜兰县政府嘛希望讲用这个活动，会使提升县民坐车意愿。鼓励我们所有的县民改变一种生活方式，那不要开车，尽量使用公共运输。这个囡仔打扮甲真专业，骑三轮车入场嘛，互因为细汉就学习对环境更加友善。